家燕踩入校園探訪，大受歡迎，個個小朋友都嗌住家燕媽媽，爭住同佢傾偈。一班小朋友仲識得一邊唱住皆大歡喜，一邊跳十字步，氹得家燕姐鬼咁開心啊！家燕媽媽你好，哇，好乖啊！今日嚟到屯門啦，見到一班小嘅同學仔咧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哈哈！佢哋充滿活力啦，又精靈喎。最緊要有一樣嘢，識得家燕媽媽啊嘛，因為我係可能同佢哋阿爺阿嫲嗰代㗎啦，而家去到佢哋呢一代都認識我咧，係一件好開心嘅事。家燕姐除咗分享之外，又接受校園小記者訪問互動。一班小朋友知道家燕姐就快生日，仲齊齊唱生日歌，預祝佢生日快樂，場面溫馨啊！你今年幾多歲？今日係我6歲嘅生日。哇！好嘢！哇！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，送咗一份咁特別嘅生日禮物俾我。哇！係啊！原來我大你70年嘅，但係我哋即係好好溝通啊！你做事拍住曾志偉。嗱，我生日願望，大家一樣啊！世界和平，最緊要係身體健康，心態咧要愉快咁樣。所以我真係都係保持咧，每日一起身一望下個鏡，自己笑下先。咁然後食晏晝嘅時候又笑一笑，夜晚食飯時候笑一笑，臨瞓又笑一笑。咁個人一心境好咧，原來個可以提升嘅免疫能力嘅。家燕姐生日咁重要嘅日子，孫仔 Julian 仲有份大禮送俾媽媽，真係聽見都冧啊！佢有學彈鋼琴、唱皆大歡喜啊！同啲同學仔啊，我都好叻啊！即係佢喺呢方面都好有天分㗎。佢最近扮伯爺公喎，因為我以前係扮婆婆㗎嘛。佢扮嘅伯爺公扮得好似嘅，我都笑到肚都痛啊！咁啊，即係小朋友有個天分咧，俾佢發揮出嚟咧，佢哋有個優越感咯。